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10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王志军。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中心昨宣布国内无增加确诊，不过台湾伫全世界安全程度排伫第7，甚至比中国国家歹。但是，中表示，这批评的标准是注重过程，不是结果。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确诊的个案，没有确诊的个案。好，那累计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有166个人解隔离。国内阁出现过一天无人确诊，这嘛是这礼拜的第3届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嘛是第5天无本土感染病例出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会当看作是疫情缓和。我们其实现在本土的案例都几乎都是维持在0或1嘛，所以你就如果用这个指标来看，我们是属于平稳的哈。虽然陈时中认为讲台湾的疫情是相对稳定，不过英国全球上安全国家排名却甲台湾排伫咧第7，甚至是比德国、中国更较差。对这个代志，陈时中坦白讲，伊嘛错一着，进一步了解才知影讲，这个排名比的是规定的指标，不是结果的指标。在危机的时候，政府处理的效能啊。那台湾事实上，那些国家所发生的危机，台湾都没有。台湾都在这个危机发生前，我们都在前面都已经阻绝了。另外，加龄类药物目前去用当作是治疗武汉肺炎的用药之一。不过，巴西上新的研究指出，有患者使用了后出现严重心脏病等等的副作用。美国进前嘛都建议治疗指南内底提掉。不过，台湾患者治疗进前拢有经过专家评估，而且采用固定的量来治疗，无人出现副作用。在充分告知病人这个相关的讯息以后，那确实是可以用我们建议的剂量跟时间来使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在使用当中是没有遇到任何的副作用。因为国际疫情也是继续伫增加，指挥中心嘛预告后一波主动境外移入的对象会考虑甲东南亚国家入境的人，会照欧美国家返来台湾的方式，采用居家检疫、防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等等较严格的措施。等待时间确定了后，会对外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昨表示，日本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强调这和政治无关系，是要维护所有人的健康。另外，日本的确诊病例已经要挖1万人，安倍嘛希望减少人甲人的直接，出外的人嘛会减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开记者会说明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回答媒体问题时阵，安倍再一次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世界に影響を与える感染症に対する対策についてはですね。やっぱり WHO を中心に国際社会が協力してですね、この感染症と戦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咱外交部也向日本表达欢迎加感谢。不过日本的疫情继续扩大，NHK 18透早上新的统计，总确诊已经超过9800人，其中上严重的东京就2794人。安倍也设定最终目標是要減少7成到8成人甲人嘅接觸。都市部の平日の人出は感染拡大前と比べて東京の渋谷周辺では6割程度、大阪の梅田周辺では7割程度減少していますが、未だ目標のレベルには達していません。伫欧洲的法国，为一台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加志愿舰舰岛群发生严重的感染疫情，总共2300多位船员内面就1081人确诊。Aujourd'hui, 17 avril, 2010 tests ont été effectués. Ils ont permis de détecter 1081 marins positifs au Covid-19. 1081. Les autres sont encore en attente de leurs résultats d'analyse. 目前有症状的士兵545人，其中24人已经带去接受治疗。另外，英国在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847人死亡，比前一天小可较减少。不过，全国累计死亡人数已经到14576例。联合国引用伦敦德国行业模型发布报告，讲就算是伫咧上好的情形下，非洲有可能30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确诊人数恐惊超过1亿。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22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4万。来看上新的统计，自中国病例有82000多例，台湾暂无增加病例，目前是395例。咱香港有1021例，
日本是9700多例，南韩超过10600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上侪，有超过69万例。欧洲、意大利超过17万例，西班牙超过18万8千例，法国超过16万5千例，德国是超过14万例，英国有10万9千多例，伊朗是超过7万9千例。再来看亚洲方面的疫情，日本宣布将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伫韩国也出现好完全的病人，佮出现阳性的反应。另外，菲律宾防疫的手法拍算比较采取更较强的手法。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韩国已经连续几天新增确诊病例维持伫20多人。英文《韩国时报》报道指出，卫生官员烦恼第三后病例增加数目可能升悬，所以唔敢大意。路透社引用的资料显示，目前已经有141名进前康复出院的病人再度被体检出新冠病毒阳性反应。这寡病人伫复发进前，敢有能力将病毒佮传予其他人，互防疫人员高度紧张。共一段时间，菲律宾逐天新增确诊人数拢超过200人，甚至逾300人。当时伫首都马尼拉封城1个月了后，过当天10个。街路就出现大批车辆。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表示，要动员军警以戒严的规格落实防疫规范。I'm just asking for your disiplina, konti. Kasi pag ayaw ninyong maniwala, mag-take over ang military pati police. I am ordering them now to be ready. 伫日本方面，针对一直无法度平息疫情，设伫首相官舍的防疫对策本部，16暗由首相安倍晋三紧急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为正正的13个都道府县扩大到全国所有47个地方行政区。安倍晋三呼吁民众除了必要，即日起到5月16这段期间，一定爱踮伫厝内，唔通出门，希望当降低77%的人际接触。在伫共这时间来克服传出第3件职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日本 NHK 报道，这名50多岁职员为车站出现症状都无上班，也无接触任何内阁大臣。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一开始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新店警察局碧潭派出所的员警林永汉17扣困，甲朋友去爬苗栗3义的火焰山，伫翕相的时阵，因为涂骹放弃，所摔回坎骹。搜救人员开3点外钟找到人，但是人已经过往啊。再来看《苹果日报》，疫情中心昨宣布喙炎的新政策，考虑到送喙炎的邮差、药师和卫生所的人真辛苦，按19开始，逐礼拜日全国的药局和卫生所无要卖喙炎，鼓励民众利用网络来注文。再来《自由时报》，今年学校毕业典礼敢要举办，疫情中心和教育部拢表示，若是遵守规定，就会使办。但是，各间大学的做法无共款，有的是改做个系所家己办，有的拢取消，改伫网络来举办。另外，有的学校来改伫户外沙坡来举办。再来关心，国军正欠喙炎引起关心，网络佫传出强迫官兵家己买喙炎，无食要处分的消息。国防部表示，10月开始，所有军人拢会逐工发一袋喙炎，拢总18万9千袋。伫防疫的初期，国军就斗相共生产喙炎，因果成为喙炎国家队重要成员，家己所欠喙炎欠甲真严重，引起朝野立委关心。虽然这是已经自全军每一天分配17000片，提悬到47500片，又还引起外界质疑无够用。国防部17讲，10月8日开始，全军配发每一个人每天1片喙炎，分批处罚，总共18万9千个喙炎。行政院也已经政策决定，全数满足官兵防疫以及战备需求，全军每人每日1片口罩，采梯次拨补，明天就开始配送，而且持续拨补到疫情结束为止。伫咧宣布配发每一人每天1片喙炎进前，网络也有传讲，国防部强制官兵家己去网络买喙炎，若无会处分伊直接的顶死的消息。国防部赶紧澄清，并没有所谓的电话记录要因为 APP 而惩处任何人。国军是基于服务、照顾官兵的立场，照顾每个人在自主健康管理的原则下，做好各项防疫的准备。伫最近全世界疫情扩大，每一个国家拢无用一个防止病毒。
共军说伫这个时阵一直扰乱台湾，中美两国也继续伫台湾周边等所在互相展示军力，国军增加催安的配发，除了强化防疫，也是为了要保存三军的战力，应应台海区域局势快速变化。记者综合报道。经过中选会的审查，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成立，也决定要伫6月初6投票。罢免案第二阶段人数有40.6万多人，经过中选会的审查，下规定的有37.7万多人，已经有达到标准，宣布这届的罢免案成立，也决定要伫6月初6投票。中选会表示，经费由高雄市政府编列，也若韩国瑜认为这罢免案有提早开始的嫌疑，这个诉愿也互法院驳回，伊也准备要提控告。政府要求爱保持社交距离，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昨煞去参加公庙的活动，引起议论。另外，最近接出现的副市长黄珊珊，也互认为未来会选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在抗疫期间讲这个，拢是政治无正确。台北市长郭文哲去台北上山的公庙拜拜，举行妈祖祭典祈福。不过中央则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副市长黄珊珊、市播出指挥官陈市长也去大家拜妈祖，讲两人情形是同款。黄珊珊斗相共讲话，伊个是台北市的防疫指挥官，被看作是自控自治台北市长选举郭文哲接班人。不过外界对陈市长参选的呼声也真悬，首都之前引起大家关心。现在讲这个都是政治不正确，所以他是不是你的指定接班人啊？历史上哦，民主政治没有办法指定接班人。讲到疫情，中央甲台北市好亲像常常无共步。虽然发明机设办危险不设立接混站，台北市府爱有药师发明为理由无法度设立，正做市议员甲台北市府共同焦点。跟陈其迈副院长亲自协商的，所以捷运站目前为止本来就不可以。你们从来没有跟中央讨论过。我们跟他协商的是，我们现在先开 VPN 给我们，我们在健康服务中心出来的只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不让我们在捷运站卖。不过台北市的催安发明机到底什么时阵伫12个行政区内卖咧？黄珊珊指出，会看实际情形来推动，因为16第一摆卖无900份。另外，催安机是不是应进驻后航？伊表示，照中央同意，台北市府未反对。那如果中央不反对，因为贩卖机毕竟还是有 VPN 的问题，它还是有借接资料库要开放的地点的问题，所以这个如果中央同意的话，我们当然也不排斥。为协助台北市后航防疫有中资背景的淘宝台湾，关西手领这防疫物资引起讨论。黄珊珊也指桃园市要受到工厂商的关注，爱大家唔通想伤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杂志《Time》有找捌入选世界100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来讲，即届武汉肺炎疫情的建议。总统蔡英文也受邀请分享台湾防疫经验，希望会使提供国际参考。CNN也有报道对抗疫情有功劳的国家，头一个都介绍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的邀请，写文章分享台湾是安怎预防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原本《时代》杂志当年的4月份拢会公布全球100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即届受到疫情的影响，决定要延后。因嘛找捌入选的人来提供建议，包括安吉丽娜·裘丽、达赖喇嘛嘛在内。蔡总统伫咧文章当中讲到，台湾防疫成功的上大的原因，就是团结。台湾嘛愿意协助国际社会。即嘛毋若翠暗有援助外国，蔡总统嘛去家己视察公粮的库存，目前差不多也有86万吨。要供应台湾的民众，目前是无问题。若是要阁有够，会当帮助友邦或者是其他粮食有欠缺的国家。如果友邦如果有需求的话啊，我们也可以来帮助他们解决部分的粮食的问题。最近台湾透过各种的管道，一直向国际来发声，尤其是 WHO 无应该排除台湾。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嘛已经宣布要暂停金钱援助予 WHO， 美国国会嘛是一直有动作，除了要求办听证会来调查16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的议员麦考尔，带16个众议员联合送函文予川普，表达支持暂停金钱援助的决定。嘛讲除非秘书长谭德赛落台，才会恢复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He tou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against Taiwan, would not allow Taiwan into the WHO. We can't have any confidence in the WHO moving forward as long as Tedros is at the top. 麦考尔受访的时阵嘛批评谭德赛心伤过瓦近中国。WHO 暗砍疫情以外，更加无应该排除台湾。
台湾驻亚特兰大办事处副处长洪忠明是投稿予亚特兰大环球新闻报，呼吁爱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报纸会编辑引用专家的意见指出，若是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世界就会当量早知影武汉肺炎有传染性，对台湾防疫是表示肯定。就连 CNN 报道对抗疫情有功的国家的时阵，台湾就是其中之一。记者综合报道。生活部尾来关心，有几家服务员去在家检疫个案处理服务，烦恼敢会治病，有人是惊甲死头路，唔敢搁做啊吼。对这个问题，卫福部表示，在家检疫的风险较低，那做好防疫措施，唔免伤过烦恼。每日去照顾的个案处理进前，居家照顾服务员讲，这个动作绝对爱做。身躯甲门手拢用酒精喷喷的，私人的物品嘛爱甲个案有分隔。虽讲疫情真严重，毋过医护员的工作也是袂当停。就算讲有做自我保护，毋过互因上操烦的，也是个案的处理出现车混人。跟他们聊一下，了解说有没有从国外刚从国外回来的，有没有什么旅游史。第二，有其他的医护员去处理服务了，才发现讲个案处理的车混人，说是居家检疫者，烦恼讲家己伫唔知影的状况之下，有高度感染的风险。当去做居家服务的女基金会表示，虽报有甲全台个案的家庭调查完成啊，毋过资料的正确性真正是无法度保证。那如果他会表现出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很能够去清楚的辨别他到底是不愿意说真话，还是他只是纯粹心里不舒服。烦恼变做防疫的空棒，基金会已经有几个医护员离职。长照单位认为讲，即卖健保系统甲长照资料两大系统应该要整合，才会当互因接压个案的处理，敢是有隔离或者是检疫的对象。能够在我们询问这个 TOCC 的时候，也能够告知我们一些讯息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防护做得更好。只是他们曾经在防疫的方向上有一些风险的考虑，所以要求他去做一些防护的动作，跟国内已经确诊的人数来比较，其实居家检疫的人基本上也是安全的。卫福部长照司表示，健保列管的监管以及的对象，甲长照个案的重复性是较低，对医护员来讲，其实风险嘛较低。因为讲毋免受过操烦，毋过嘛提醒医护员爱甲防疫措施做好，对家己甲个案拢会当加一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买喙暗的问题，卫福部甲教育部当日研究讲，直接将喙暗送去中小学、送予学校卖予学生，这款的做法也得到家长的支持。不过，所有老师团体认为，学校毋是点啊药局，莫阁增加学校的负担。全国各中小的学生自开学到即马，只要伫教室上课，拢像安尼全程挂喙暗。虽然喙暗量比起拄仔开学时阵较充足，也增加网络购买，也毋过去药局买加减也是爱排队。去药局排队3小时，就假日。全国家长团体联盟表示，对多数家长来讲，排队买喙暗也是一个负担。听讲卫福部正甲教育部研究，直接配送喙暗到中小学，由学校来卖，会是防疫期间的一个体贴作为。学校的老师、行政人员，然后学生所有的量，2个礼拜都配送到学校去如果说可以的话，请志工家长们帮忙让大家可以把这个量把它分配、分装、种种弄好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件很省事的方法。家长团体支持，也强调老师会当每2礼拜还是每个月收1摆钱，或者是统一代收代办并入注册费来处理。也毋过两大教师团体反对，中小学校长协会也呼吁政府爱加思考才来做。学校怎么卖？有的学校没有合作社，有的有合作社。现在口罩送到学校来，然后发给老师。那老师怎么转卖给学生？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的买卖，那对很多老师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防疫工作已经增加行政人员甲老师真侪负担。全校协甲两大教师团体认为，上好的做法就是免费配送喙暗给师生，俩算落来一个月大约1亿5千万，甲就条的防疫参纾困金额比，根本就是烂三钱。去掉交易了后的单纯发送，学校会更较愿意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原定6月举办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宣布延后到10月才举办。为少艺文的产业嘛是特别受打，真侪表演团体开始找这个新的出路。亲像是抓风车剧团邀请台中市长罗秀燕拍线顶底片，
除了等政府的纾困以外，无论是贷款募资，或者是该线顶剧场的新方式，拢是真侪团体咧试的方向，希望把危机变做转机，渡过难关。欢迎台中市长卢志英市长。台中市长卢秀燕参加抓风车线上剧场拍片，抓风车执行长李永峰伫边指导。这为去年8月抓风车甲台中市爆发场组风波了后，两人第一摆共台。选举的时候大家一直吵，然后面对困难的时候，大家可以携手来面对。我想台湾是一个更令世界所羡慕的地方吧。他们是台湾重要的资产，那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所以我刚才跟凯一的创办人讲，我你也较计较的哈，我们大家给你小听。疫情重创基本产业的同时，也好这两单位和解，真侪表演团体在这摆艰苦的环境之下为求生存，开始去找找一寡新的方式。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呢？是的，这个没有症状的感染者的症状呢？就是没有症状。专民大剧团推出新影片，模仿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模式进行，指挥官叫做陈鸟晶。不过讲的内容不是疫情，而是艺术，引起闹热讨论。在演出爱延期或者是取消情形下，网络线上演出好亲像正做表演艺术突破口。我认为它不可能取代掉剧场，因为剧场最大的特质就是必须要在现场互动，持续有声量，在这个平台上是好的。那未来比较长久，它是有机会把没有进过剧场的观众可以看到好的作品。以故事工厂来看，原定5月要演的新作《再见歌厅小》已经延期，不过首演档期也是留落来进行无观众演出，加做未来宣传甲行销运用。要如何维持营运，除了纾困以外，就是贷款甲拍片募资。大概会有1500多万的财损，跟喜爱故事工厂的观众做募款，艺文纾困的1.0的计划。那我们也拿到了相对应的补助款、贷款的部分。基本团体拍拼找找各种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望危机化为转机，支持过这段艰苦的防疫期。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真侪行业拢欠人，即马愈来愈侪所在拢会看到机器人。即马佫有餐饮业者使用机器人做调酒师，上厉害的是伊唔难调酒，佫会甲人客开讲。免到1分钟，面顶永远有笑容的机器人调酒师，就能将调好的美露或者是调酒送到人客手内。高水准的服务，互来消费的日本民众真满意。乾杯！ロボ店長美味しいよ。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美味しいです。这位机器人调酒师今年2月开始伫咧东京一间有30位员工的居酒屋工作。因内调酒，还会一边甲人客开讲讲天气。伊身躯顶有4个镜头加 AI 技术，会当互伊甲人客伫咧互动时阵，观察人客面部的表情，即时做出适当的反应。ね、人付き合い煩わしい人いるんで、本当に飲みたいだけの時、こういうところで飲んで酔っ払って帰るの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头家会用这种机器人上重要原因，就是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努力真欠。虽然安倍政府已经放宽签证限制，吸引外国人来日本工作，不过对解决欠工的问题帮助有限。而且服务业也因为无法度缩降海外降低成本，所以比其他的产业都有更加大的挑战。今外食業界全体で非常に人員不足が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れの解消のために導入をしました。それと合わせて人とロボットが共同で作業ができる仕組みですね。それを開発しようと思って導入しています。业者讲，一台会晓调酒的机器人要900万日币，差不多代表250万，算算的差不多是请一位人类调酒师3年的薪水。在2个月试用期结束了，会评估成果，才来决定后一步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各地天气是晴云较好天，拢会当看到日头，上关温一百瓦30度，但是因为南边的云系往北散，水汽变侪，华东地区有可能会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咱来做伙关心今日各地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18度到20到30度。中部地区是19度到32度，
在南部地区是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9度，高岛部分是16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